来继续来看陆军新竹营口营区，这个乌狗的营区，让9年后搁开放营区互参观，吸引超过11万的民众来参加。人实在太多了，军方咧安排220台游览车，也是无法度来消耗人潮。有真侪民众等1点外钟，这个车也是坐袂起哩。伫疏导人潮的过程当中，前来支援的警方甲主办的军方，为着要安怎安排动线，已经袂合。双方伫咧大街路顶爆发着口角，互相来呛声，将做这个活动的一个插曲。情形经济好的环境真受气，大声甲一电军事歌奖，边仔还佫有长长的剪条排队准备就车，双方人马当下游客面头前互相相抢。新考规早起，为着营区开放的活动，无闲到无力，圣地一下就夹起来。原来代志就发生伫昨新竹乌口营区，9冬来个举办各项知性的旅游活动，超过11万的游客来参观。官方安排220台游览车接送，也是无够载。不少人日日头壳排队超过1点半钟，无法度就车。当时有2台接送车做回到位，官方表示爱1台车满，民众才会当搁坐另外1台。不过民众等甲无耐心，开始起冤家。来支援的警察希望军方会当赶紧互大家来上车。不过军方也是照原本的方式来安排，大家就冤冤起来。双方求好心切，当下虽有小争执，但军警相互合作，很快就协调解决。我们必须尊重警方啊，他们毕竟是来支援我们、来协助的。那这一点啊，立场上非常清楚。不少民众专工来欣赏直升机，不过都爱坐接送车才会当入营。军方甲警察为着排队的问题，已经未下来小奖，嘛变成残风活动，意外插曲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